乡亲继续来看蔡总统访问邦交国，最后一站来到美国的夏威夷，而且透过视讯参加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伫华府举办的论坛。蔡总统呼吁，这个两方会当伫无设前提的状况下，双方来对谈。随后来参观到夏威夷的吉兰管理处。 过境夏威夷24小时，总统蔡英文用高科技透过视讯，同步参加美方智库传统基金会伫华府举办的论坛，针对民主、区域欢迎、甲集体安全等3方面发表演说，佮甲北京讲。Beijing has continued to focus on what they want: the 1992 consensus, one China, and eventually a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model for Taiwan. They have not thought about w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want. Now, we need to be able to sit down and have frank discussions about how we can find common ground without preconditions. 这段过境行程，更加是为着友好的台美关系而来。AIT 主席莫健陪同蔡总统抵达夏威夷东西中心参观影像特展。这个特展是为了纪念《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在台协会成立40周年。 一张一张的相片，描述是走入时光隧道，特别停留在1982年这张手稿前，代表两国的关系。美国雷根总统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他说：“我们恪守我们的承诺，无需在意。”换句话说，美国对于台湾关系法下对台湾的承诺是 毋庸置疑的。再来参访夏威夷的吉兰管理处，这嘛是蔡英文总统佮拜访美方政府的机构，和台美双方的合作交流更加进一步提升到救灾相关灾害应变，双方嘛互相送礼做纪念。总统，你要保卫家人吗？国家。面带笑容，总统蔡英文这摆全力拼外交，嘛拼台美的关系。